乡亲好，我是汪小琪，欢迎大家收看出名台会。我咧下呢系度特别嘅白条，看到我后背了就系白条当有名嘅景点溜汪谷哦，看到了晚餐嘅人哦，都动澎湃。大家想得出么？就系讲缆车嘅线度当背，爱用拉过去，因错到了缆车自重，爱用又得到么？其实呢，了单讲系白条缆车嘅一桩问题之一咯。其实白条缆车已经韩国嘅30年嘅时间，地方党亦持有冇强用嘅意见咯，最主要。还系认为讲，要对生态环境还有文化资产为重新动产嘅冲击。出面大会今日就来到咧特别嘅白条期，抽到嘅系地方嘅乡亲见面，还有公部门嘅代表咯，呢个民意代表共下都咧讨论，到底咧白条缆车已经过咧，按当应该时间安充咧，到底佢嘅环评报告有问题么？佢提出嚟嘅议题做得改革么？你下大家都动关心咯。因哋行业必须都讨论嘅现场共下关心。开会了！大家天天讲讨论到出名台会界讨论现场，看到现场接来动因哦，大家唔讲落水天都会其中强下，因为关心记到家家乡故土了安台嘅议题哦。杨批为大家绍介今日咧参加嘅提票里边，提为安尼绍介系特别市政府信件工厂处界处长陈德义陈处长好。主持人、各位贵宾，大家早安，大家好。欢迎处长，请坐。听议会内边呢，我哋绍介系台北市议员吴思瑶吴议员早。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吴思瑶吴主瑶。汶阳逆然哦，第三委内边呢有绍介系台湾农业前线游说主任林子琳，子琳好。北投的乡亲朋友，大家好。汶阳第四委内边呢绍介系看到永明山国家公园管理处界副处长詹德书詹副处长，你早。大家好，大家好。汶阳大家都在参加，现场也看到你北投界乡亲大家都在这边集合了哈。各位北投乡亲，大家早安。好，汶阳大家。这个北投缆车的路线全长大概是4.8公里，从山下一路往上坐到山上，大概是单趟15分钟左右就可以抵达。一般开车或走路走路可能更难了啦，然后开车大概要半小时以上。好，那我们看到它原则上这4.8公里的这个路线呢，总共有4个产站，包括山下第一中间经过龙凤谷，还有第2中间站，到终点就到了阳明山国家公园。所以其实在这整个范围是从北投的市区一路把缆线往上拉到山上哈。那你看它会经过的就是从捷运的新北投站出来以后，就可以搭这个缆车，经过的就是这个我们北投温泉乡的这些特殊景点，包括地热谷、硫磺谷，可以一路往上去。那这个厂商最大的预估运量呢，1个小时可以来到2400人次，一天如果经营10小时的话，就是一天有24000的人次，就可以从山下的这个市区把人拉到山上，阳明山公园就去赏花，然后可以泡温泉，这样的人次量哦。那我们再来看到，这样听起来好像可以刺激观光啊，是一种新的旅游动线，听起来利益是蛮美好的。不过长年以来，地方呢还有很多的环保的团体对这条路线都存在的疑虑。我们来看他们所担心的问题大概有哪一些呢？第一个是集中在安全问题，包含这个北缆车它自己本身的工程结构问题，还有作为北投温泉区这个特殊的时空背景的地理条件是不是适合？再来，它会不会对生态环境产生冲击？还有，对观光经济而言，缆车是正确的方向吗？在这个时代，今时今日里，还有人文古迹，现在北投已经变成是人文风情休闲区了哈。古迹多，历史建筑多，那么人文古迹跟这个水泥建筑的缆车是不是本质上是相冲突的呢？也值得讨论。居住品质，北投已经是人口密度极为稠密的地区了，还适合盖这么大量体的公共建设吗？那再来阅读学习，那边多的是学生，是不是也会受到影响？因为其中有一个塔柱战场就在学校隔壁。3号咧跳过一团样片咧看，到底那个北投缆车，大家对记到个想法很有欣赏很嘛个，一定咧看一团新闻样片。
对美國94年年度以下，北投到陽明山的北投流浪，總算在去年的12月20日，擁有條件通過的寬頻，各地方和各環保人士，才對流浪的安全品質持唔信任。這建設會影響了山坡地的土質流問題嗎？聽一點講，疏散人口來講，遊客是它的周邊的規劃一定要很詳細。這個邊坡你看我們這個已經是一個下滑的邊坡了，對。這個邊坡的上方有一根塔柱，這危不危險呢？很擔心的地方就是它的產生的噪音，因為曾經去那個貓蘭感受過。那大家可以看到，我們現在所在這個地熱谷是北投的觀光名勝，那同時呢，也是纜車一定會經過這個上面的上方，經過往山上站去。那這個地方大家可以看到是青黃的發源地，青黃是最酸的泉質。pH 值大概在1點多左右，那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在這麼高酸性的腐蝕下面，纜車的塔柱或是纜車的這些設備，其實會受到很嚴重的影響。每去流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解決色差的問題。古對呀，每有量的站體，韓國設備基礎的林前里、韓國福山里、量的里的里種，三認為按呢做如何點多變。如果真的可以帶來觀光客，當然是好的，我們一定會贊成的。可是這個都他們說的都是表面功夫而已。我舉一個例子，這個第三站在這裡，然後這裡的遊客從這邊出來之後，1個小時2000個，對不對？從這邊出來要經過這條馬路，那請問這一條馬路以後要不要用？我們這個7岔路口沒有纜車的時候就已經很難走了。好，那現在有了纜車以後，有人有觀光客的車，有大型遊覽車，我們更難走，所以這個問題會擴大，而不是解決。對流浪的安全維護，一生人龍代替山峰，今年已經86歲，相處的老阿伯嘅一句話講出嚟反對者嘅心聲。放下這樣，一甩了咩後，發生在身邊附近。去流浪係為咗解決交通嘅問題，唔過係咪會因為安尼帶來很多無法度恢復嘅難題呢？假使發生意外，除咗不可逆以外，萬人做得正經為悲劇來負責。北投纜車的起站呢，就要蓋在北投，在北投地區當地的住民呢，有喜有憂。那當然，當地的里長一路這樣走過來哦。今天現場我們來了很多北投地區的這個里長，北纜在北投的一些基本的基層的意見是怎麼樣？來請教他，跟我們說明一下。大家是期待纜車，那你們卻不是期待，為什麼這個關鍵？因為我們看到這纜車帶來我們林泉里的災難。災難哦，可以細講一下是什麼災難嗎？因為我們林泉里是警戒區，什麼警戒區？土石流警戒區，所以我們的那個地質都比較鬆動，而且我們的青黃泉跟白黃泉都在林泉里，所以我們看到人家看不到的問題，是看到別人看不到問題，因為他們是完全切身感受，而且就是利害相關最直接的人。謝謝這位里長，好像還有其他第2位里長也來到現場，你好。跟我們講一下哦，我想知道一下你的左鄰右舍、你的里民朋友們，大部分的人對這件事情看法大概又是怎麼樣呢？其實纜車有4個站，23個鐵塔柱，我里內有11個11個，占了快一半了啊。我們有一個訴求，其實纜車成立的目的，我想公部門在這邊，他們是為了要促進觀光，然後最大的目的是要什麼？疏解陽明山的塞車問題。我想公部門大家都知道，纜車絕對解決不了陽明山的塞車問題。陽明山塞車問題其實很簡單，公部門他們腦筋裡面都知道哪裡在塞車。顯然你有思考過這個問題，那你的里民是這樣子的看法嗎？我想這個東西我們30幾年來，我們第一次在101年的時候，第一次哦，在我里內開了一次說明會。是，所以他們一向的做法就是根本就是欺瞞嘛，完全不讓我里民知道這個事情的嚴重性。原來是這樣。然後，其實我們有一個最大的訴求是什麼？請為我們這一片乾淨的天空留下一個乾淨的天空啊！留乾淨天空。你想想看，23個鐵塔那邊每天陽明山的山全部都是幽浮在上面幽了，絕對沒有乾淨的天空。好，你的訴求意見我們聽到了，謝謝這位里長。我們來看一下北投纜車的大事蹟，它大概是這樣哦。其實早在貓空纜車之前，北投纜車的計劃構想就已經在了。在民國68年，當時的台北市長是李登輝，他當時因為廢倉，擔心北投這個溫泉鄉就此沒落，所以提出了北投纜車來振興觀光的計劃。那到了78年呢，當時是由陽管處，就是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他先來主導，提出了定調，把這個北投纜車的路線是從新北投到陽明山。
各位乡亲，这都是距离现在25年前的事情了哈。到了民国86年的时候呢，阳管处当时就决议开发，那但是是由台北市政府来接手，也就是说这整个 BOT 案是台北市政府主办，阳管处呢是协办。到94年的时候，就与厂商签订了 BOT， 当时的开发金额是29亿元，没有做环评。那到了95年5月就正式动工，不过动工才2个月就爆发了非常大的官商勾结弊案，停工。那也因为这个爆发了官商弊案的关系，大家就开始检讨到这么大的一个开发计划怎么没有做环评呢？所以99年台北市的环保局就建议要实施做环评，那就开始做环评。可是这环评过程是一波三折啊，到了101年，就是前年的年底。12个环评委员有7个环评委员同意有条件通过环评，显然这个北投缆车的开发案好像是拍板定案就可以做了。不过这个有条件通过环评是在解决了地方民众所有的疑虑的情况之下所结束进行的吗？这可能有一个讨论。我想先请教一下处长，如果说这个开发它是有正当性的，为什么厂商要贿赂官员？那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犯罪行政上的瑕疵，为什么这个 BOT 案还可以继续照签走下去啊？是的，谢谢主持人，还有跟所有的贵宾说明一下，因为在95年的官商勾结的这个弊案，并不是在台北市端，也就是说在台北市端的这一部分是没有问题的。那至于特许的厂商是不是有跟其他的单位有这些勾结的，我想这个是司法程序会去执行。那这样子的道德瑕疵或它诚信显然有问题，对于这个工程是完全没有疑虑的吗？所以这部分在后来我们在修正的时候，就把原来这一部分在山上要做那种好像是一种旅社的那一类的东西，我们就把它取消掉了。受到争议的就不要再盖了。对，其实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是会产生弊案的，其实就是那一块，最主要是这样子。谢谢你。那子琳，这样听起来好像是解决了，你的看法是这样吗？这个案子当年认定不用环评的，一个是当时时任台北市环保局局长是后来的环保署长沈世宏，那当时时任当时的环保署长呢是现在的郝龙斌市长哈，那他们都说这个案子在当年他们认定不用环评哦，但是事实是在98年的时候，我们民间团体跟巴头旅人协会，我们有揭发了说，其实厂商在于山下北投公园这一站的资料是伪造的。哇！北投公园这一站呢，它规避了建筑法第11条规定的，你应该开发面积是用整个基地面积来做计算，但是它规避的伪造的，它只用建筑面积来规避说，我没有达到那个需要环评的那个状况。那中间你刚刚主持人说到了，到了99年为什么会环评？因为我们在96年、97年、98年不断的在国家公园委员会质疑，然后一直到98年踢爆了他山下伪造的这个资料的时候，看到报道的第一时间，沈世宏署长就是当年的环保局局长，他对媒体说，这样这个案子看起来应该要环评。好，我接着也把问题请教安妮嘎副处长哦。对这件开发案呢，是相当谨慎小心的态度在看，以国家公园以保育为第一目标的这样工作的标的之下了哈。刚刚看到资料，一天24000的人次全部送上去，我们国家公园是以保育为主哈，可能不是以赚钱为主哦。这么多人的人次上去，还能够做保育吗？那刚刚主任提到的，就是说1小时2400个的游客上去，是那10小时24000。其实大家知道，缆车不是光送上去就没有下来的，它是循环的。就是说你搭缆车到终点站，你就搭游园公车去游览，游览完了要下山，还是搭缆车下来。是，我们希望它当然是双向的，还结合大众运输系统这样。你说的没错，还加上动态的条件考虑，把人送上去，人也不是放下去叫他走。阳明山国家公园的范围这么大，他还得坐车，那多少的中小巴士送上去，那排碳量不是也增加了吗？它现在有游园公车就是循环的，然后你游览完了就再搭缆车下来，所以不是把2万4送上去就留在那里，同样不断的游览完的人还是搭缆车下来。是，好。所以呢，缆车当然在疏解游客是很好的一个方式。大家看大陆像云南的玉龙雪山，因为我去年交流去，他们的缆车也是做得很好哈。当然，缆车一定要在安全无虞之下来做，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主要就是它一定要确保安全的哈。
这个我想显然副处长的立场看法，这不会那么冲突啦哈，是可以被控制的完成。那问题我请教我们的议员哈，讲到这个北投缆车，我们就不得不想到其他的他山之石，就是猫空缆车。当时早在20年、30年前就有北投缆车计划，只是不能做。后来这个计划的想象就全部移植到猫空缆车。那猫空缆车确实也已经开发营运了嘛哈。我想请教议员，据你的了解，现在猫空缆车它的安全维护上，在营运效能上，是不是都非常好，没有问题，是优良的？那么还有猫缆赚钱吗？我想非常清楚哦，猫缆是不是一门好生意？其实这几年的经验让我们知道，缆车绝对不是一门好生意，缆车完全是赔钱货。我以实际的经济效益来说，猫缆复驶以来，每年我们要赔将近1亿。到现在已经赔了快4亿，复驶以来，那平均每载一个客人，猫缆要赔47块。也就是你每载一个人，政府要拿民脂民膏47块出来补贴这样子的亏损，所以最近才会有猫缆要调高票价到3倍150元这样子的一个倡议，也就非常清楚为什么调高票价，因为就是赔钱，因为就是不堪亏损，所以当初打着一个发展振兴当地观光名义的一个猫空缆车，事实上它并没有带动猫空地区的观光产业，它不过成为一个赔钱货的交通工具。议员，你的观察为什么会赔钱？是大家不爱做，或者是那个环境就让人家不安心吗？我觉得这整个政策要发展一个地方的观光产业，你一定要各方面都有配套。当初市政府部门非常迷信，我只要大型土木，我建一个大型公共工程，尤其缆车是有趣的，是新鲜的，只要盖了缆车，大家就会想来搭缆车。但是不如所想，缆车搭1次2次也是会腻，你一定要带动整个山区猫空的茶产业，猫空的这些吃饭的美食产业。包括猫空的山区的整个交通配套有没有做，都没有。所以公部门只迷信盖一个贵3的缆车，然后就有可以无止境的吸引人，错了。是。好，谢谢议员。其实议员就提到了，还不要讲它的观光效益，到底盖的地方是对的吗？都很受到质疑。不过我们知道北投地区从过去它经过这么多年来在地的社区运动，还有文史的重造，现在已经变成是非常多古迹、非常多历史建筑，还有绿生态，全台湾第一个绿生态的这个博物馆、图书馆都出现在这里哦。不知道我们在地的居民，你们住在这里，也用这里的所有的资源在这边生活，你们在地的见解呢？将来这个缆车是振兴观光，把人带进来，让大家都有钱赚，大家都有钱赚哦哈。或者是你们觉得现在的生活品质是要走向哪一种方式，哪一种的风情的未来趋向是你们所要营造的？不知道在地包括我们的年轻朋友也好，我们在地的老住民也好，有不同的见解也可以分享出来了吗？请举手。我大家，我你下重要的哈，我还烦恼的就是，烦恼的是这个缆车的跳咗啊，叫平常我等的路口，个两岔路的路口，我等的岔路啦。嗰度起死呢，我白跳大家到地方，起出来路叫快嗰啲公司就嗰度呢。佢白跳我等大中山路，呢啲提摩嘛計呢，提摩停車場。哎呦呦！我啲話車摩停車場，我等來人家嗱好嘛計，我等平常吼。冬天那些的话，差我哋送啊是人送人到底下不下送人来下，都系半点钟球嘿，去欧多外嘿。在去年前年，北投被票选为风华小镇之一。那北投的风华在哪里？很多人都会觉得在新北投这边，从我们的北投公园，甚至到儿童乐园，再到温泉博物馆、北投图书馆、地热谷这一片连成起来，怀旧之美哦。对，100年的古迹，那这些是北投小镇的风华。是，我们希望就是不要因为缆车拦住电缆的一个进驻，绑架了我们的风华，然后掐住我们风华生活的品质的脖子。这几年来就可以看得到，就是政府很喜欢说我们要用经济，然后来发展一个地方，然后就像最近总统讲的嘛，就是利大于弊这样。那就是这些利到底是属于谁的，弊是属于谁的？因为在我们看到的这些评估里面，就看得出来这些利都只是看到这些温泉业者或者是就是饭店这一些的。那对我们当地的居民，究竟
哪里有帮助。那像提到这个七岔入口啊，那观光客来了这边以后，他是直接上山吗？那如果他没有上山的话，他要去哪里？那周边的配套措施，就像刚刚吴议员提到的，就是他有没有办法去带到北投更多地方的发展？那这个部分其实我们都没有办法在政府的政策里面看得到。其实我无法去想象一件事情，因为我每天大概都要经过那个地方哦。第一个，现阶段其实已经非常多人了。是。那中山路本身是一个非常小的一条路哈，所以我每一次我开车到那个地方，不管是假日或非假日，其实都还挺小心的，因为它只有一边有人行道，另外一边是没有的。那人一多，它就会挤到那个人行道之外。所以将来假设三下站设在那个地方，我很难想象，就说那个地方会不会交通事故会变多哈。第二件事情哦，我另外一件很难想象的事情哦，在那条路上，目前只要有一个小事故或一个小工程哦，大概我们全部塞进去学员要上课都很难上课的。北投社大现在大概每一个礼拜大概有2000多个学员在那边进出哈。那像我有时候碰到塞车的时候，我自己开车哦，我就要绕一大圈的地方到我们学校去哦。那但是我们有很多学员就是因为那个地方漂亮，所以他们其实经常都用走路过去上课。所以假设特别在施工期间怎么办？施工期间的时候，是不是那个地方得封掉或无法行走？那我们的学员怎么去上课？我觉得这会影响我们非常大，更何况旁边还有一个新民国中。是，谢谢。受教权哈，受到黑暗期的影响。子琳，我想请教一下哈，所谓30年河东，30年河西。当时在提北揽计划的时候，北投可能不像现在这样。可经过这么多年来一个高密度的发展，其实呢，我们还要再拥抱这样旧的发展价值吗？你的看法是？其实30年来，北投也没改变，北投一直是这么美好、人文这么丰富、这么有特色的地方哦。那刚刚回应台北市政府的回应哦。即便我们有人工的这个人定胜天的思维哦，但是至少你还是必须提出科学依据来哦。那刚刚不管主持人提到的安全的问题哈，或是说居民提到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沸沸腾腾这么多年的北投缆车议题，刚刚居民讲的没有看到任何的评估跟配套，确实没有。即便是最重要的，因为北投跟阳明山这个流气的特色呢，93年。市政府说我们没有评估流气，到了99年提到我们国家公园计划委员会，还是说我们还是不评估居民的生活的品质、噪音的部分。93年我们没评估，99年我们还是不评估，好不细致啊！对，非常的不细致，所以到目前为止完全没有配套，完全没有评估。我们看到的只有不断的所谓的突破法规，就是违背法令。好，或是说刚刚交通的问题也是一样。这个问题居民已经提出来了10-20年了，安全的问题提出来10-20年了，没有看到解决。所以各界的声音、各界的疑虑跟问题，并没有被得到全面的回应跟解决之前的前提之下，这个环评还是有条件通过了。你先写下杨皮狗准的，你该先从继续讨论。
家嗰陣都出面台會嘅討論現場，你當講呢度北投討論嘅就係了解北投纜車這整個規劃案哦，地方鄉親的一些疑慮啦哈。我們看到包括山下站、第一中間站一直到山上進入的國家公園的這4個站裡面呢，全長4.8公尺，總共有24根的塔柱哈。這個數量其實一直變來變去啦哈。如果碰到一些敏感地址都要移開，目前定調是24根，也就是說我們看到這邊密密麻麻的都是跟那個塔柱哈。剛剛處長告訴我，凡是轉折之處必設塔柱才能夠有拉力。那不過呢，現在提到2個問題哈，包括第一個是它的地質條件，還有它整個地形的問題。我們知道下面看到地熱谷、硫磺谷，整個北投區呢，下有青黃泉，上有白黃泉，一個極酸，一個極不穩定，草木不生。在這樣的情況之下，是不是它的地質夠穩固來承受這些金屬的這個鋼柱的扎根呢？那還看到這些熱氣蒸騰，貓纜啊，到夏天開纜車的時候，人關在這個車廂裡面是熱的汗流浹背。那到了這個北投，是不是也要做人肉包子一路送上去呢？哈，一邊流汗做熱蒸汽，是不是可以用這麼玩笑的方式來說呢？那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還提到，它是在整個山區哦，它的風向問題，還有它的側收力，整個包括這個硫磺泉的石秀問題，哈，風向地質2到3個的這麼大的環境的問題，這都是鄉親最大的疑問。不過，透過環境評估跟透過廠商的規劃保障，有解決這些疑慮嗎？現場我們也有土木的專家哈，大學教授在這邊，我們請到一下他相關的問題。陳老師你好。以前呢，北纜呢有一個報告裡面，他寫得非常的清楚。他說這個裡面有很多地方的土壤是叫做遇水即溶。哇！也就是說，它的那個強度是非常低的。嗯。當然，剛剛處長有講到說，他們說已經什麼地質沒有問題。嗯。站在我們的立場，看你要挖多深。今天陽明山下面全部是地熱，你有鑽過，你有看到那個梯度的效應嗎？嗯。那個梯度的效應會讓你的混凝土產生很大的變化。是，所以這個塔柱要扎上去穩不穩，就都是很大的質疑哈。傳統上，因為我們沒有地熱的問題，在陽明山你下去的時候，因為地熱會越來越高，是溫度的這個梯度的效應會造成混凝土什麼樣的變化？台北市政府從來沒有做，是，而且更糟糕的是，你去看他原來的報告，他所有的纜車的基礎混凝土的基礎都用叫做 Type 1水泥，Type 1水泥是完全沒有辦法抵抗任何的流的作用的。18年前我開始反對北投纜車的時候，那個時候許正平科長，我就跟他一起上過電視台。他講說箱根可以，為什麼北投不可以？是啊。剛剛我看到我們的上面有一些字說箱根可以的這樣子處理的措施，為什麼北投不可以？為什麼？當初許科長跟我講說，箱根的 pH 值是2.5。我們北投的 pH 值是1.2，好酸。所以呢，箱根2.5都可以的，北投1.2為什麼不可以？哦，我說許科長，化學不是這樣子念的。pH 1.2是多酸吶、啊？我們北投的纜車至少是箱根酸度的50倍以上。好，我們先來繼續看一下陳文山教授，就針對地質，它這個地理條件上哈，是不是真的適合北纜？他有更專業的分析，我們來聽一下。立刻回來請教我們的台北市府。它是一個崩基土壤，裡面有鬆軟的沙和泥。從它地質報告裡面地質的東西我們就知道了，它旁邊很鬆軟，旁邊有大石頭很硬，這樣。好，那這個東西的結構來講呢，有軟的東西、硬的東西夾在軟的東西裡面，軟的東西在旁邊或是很多，所以這個土質是很鬆軟的。所以你做實驗的時候要做什麼？要做那個軟的東西，所以他犯了很大的錯誤。那是一個普通人、一個專業人都應該知道的事情。你應該是要去做土質的強度，你不是做那裡面的石頭的強度，因為那個整個基礎強度跟那個石頭的軟硬程度是沒有關係的。你看到他地質報告裡面來講啊，他根本不可能讓他過的了，對不對？那你還加一個什麼有條件？那有條件這個字很含糊嘛，對不對？應該是不能過的，那你重新設計。我說你應該是重新設計啊，我不是說不讓你過，你應該重新設計，因為你犯了很大的錯。這是一個，它這個條件來講是一個最基本的條件了。你如果這個你對的話，那你去評估你的塔柱各方面，如果不行的話，那個路線就要改的。
教授提到问题哦，厂商单位当时提出来的计划报告是讲到说，这个塔柱所设的位置呢是在很坚固的角砾岩，但是教授实质专业的这个了解呢，却是容易崩塌的崩基层啊哈，显然范围是更全面的。那问题我要请教台北市政府的处长了哈，刚刚乡亲们还有教授老师都提到这样的疑问，对地质它是一个相当专业的项目啦哈，那我们的环境评估包括厂商所提出来的报告，真的能够有非常实际确实的数据去支撑解决掉这样的疑虑吗？是的，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个问题，还有很多贵宾也都提到这个问题。我想这一部分也就是我们上市的环评要求这些开发的特许厂商要去加强这一部分的地质钻探。所以我们为什么等那么久的原因，也就是这样。我们一定要再等到它真正的地质钻探报告出来了以后，然后经过第三公证单位，比如说像台北市土木技师公会、台湾省土木技师公会，来确认他所提的报告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个科学根据报告出来了没有？到现在还没有，那还没有，为什么环评可以通过呢？不是，它就是通过的条件就是这样子。他对某一部分是通过了，对这一部分他觉得他需要特许公司再做加强的。那为什么不要等到所有的报告都出来解决疑虑之后再来环评通过，而要先通过再评估啊？这环评就是有这个手续，它这个就是正常是这样子的。是议员您的监督。我想我手上拿到的就是我们101年第3次环评会议的通过的一个会议记录。确实，我们当天利用主席环保局局长强行表决之后，让这个案子强行表决通过，欠缺专业的讨论，它就是有条件通过，这让人非常遗憾。那确实有达到要求15项的安全规格，要求 BOT 厂商应该达到这15项的开发修正，才能够予以兴建。但是这就是主持人刚刚说非常好的一个本末倒置的问题。为什么不能把所有的安全100%的达到一个无虞的状况才让它通过？这是一个 BOT 的开发案，市政府完全把所有的安全性、交通冲击、生态冲击、历史文化、天际线的破坏，完全交由 BOT 特许厂商你去改善，我只要审查你。请问出了状况，安全出了问题，我们的古迹倒了，绿图坏了，请问我们如何去找这间 BOT 厂商负责？所以这个客责性是非常重要的。BOT 你动辄要求厂商达到他该做，那市政府完全晒在旁边。我想这样一个制度的设计，我们需要重新来检讨。我请教你个副处长，那实验问题哦，就像你讲的，就算人都上去了会下来，可是上去的就会留下东西，留下纪念物。那些纪念物我们对它的处理啊，是光靠天降雨水做稀释冲淡这么一个乐观的评估，或者是消极的解决方式，对我们保育生态的国家公园来讲没有负担吗？你也捆翻黑马改？我想这样讲可能太简化，就是你污水一定要经过污水的处理啦，不是说光靠水就可以解决。可是刚刚子琳说，根据报告，厂商的评估是这样，就让报告是这样确实的哦。那您的回应？因为台北市现在也在做卫生下水道的接管，我想它这个污水处理完了，应该还会纳管才对。我想应该这样才是最好的解决。所以你觉得会做污水处理，然后那我们市政府呢？这真的水的问题。我想针对这一部分必须要回应，就是说，假如它是用排放的方式的话，一定会符合我们的环境的这个标准才能够排放嘛。假如说它不能符合的话，我们一定会要求到它的排放的标准。那甚至就像副处长讲的，我们可以要求用接管的方式，这都是一个可以执行的方式啊，并不是说到山上去了，结果所有的废弃物就这样子排掉，绝对不可能也。但是往往哈，到底说的是不是照着会做哈？我们常常有很大的存疑，是不是这样子的？因为包括刚刚阳管处副处长提到的下水道，对不起，我们目前的下水道没有要拉到阳明山上面去哦，所以呢，它还是必须循着我们这个重要水源区的野溪系统把它做排放。那确实这个东西是白纸黑字，我们在国家公园委员会审议的时候，厂商的计划书上面就是这么写。阳明山多雨，我们利用雨水稀释它所排放的污染，而且还是餐厅有水的污染哦。这个东西根本就不应该出市政府的大门呐。是，讨论到现在哦，
讨论到现在，我们发现其实这个环评这个报告里面，还有厂商提出来的计划报告书里面，还存在的很多的瑕疵跟问题要被解决。事实上，我们节目在录制的时候，也都对开发厂商提出邀约，正式的邀请他上节目来说明。不过很遗憾哦，厂商不愿意来哦。现在 BOT 的承包厂商力30总公司呢，总工程师简国坤他说了，地址的部分大家最担心的呢，其实已经通过了台北市土木技师工会，还有台湾省土地技师工会的审查，都是专业单位，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没有大家想的那么多的问题。所以包括陈教授，我们的2位陈教授提到的，子琳提到了，大家都是过度操心。好，再来，金属构件呢都会做镀锌的处理，所以还会加2层的表面漆哈。反正我可以加工，我可以处理，所以我人定胜天，大家不用担心锈蚀的问题。那所以呢，这是他在环境评估报告里面所做的一个对疑虑的回应呐哈。那我们事实上也知道，地方的居民哈，年轻朋友们他组成了这个北投年轻青年不懒，对不对？所以他们就提到了这个问题。他们事实上好几次的环评审查都有去了解，试图要把这意见也送进环评报告里面、环评大会里面去做审议。不过呢，我们也来听一下，实际当时在有现场参与的北揽青年朋友们，跟我们讲一下说，你们在地居民对这个最大的质疑，还有觉得厂商跟市府讲的回应，你们是完全接受或是完全反对的呢？好，首先地质问题刚刚已经提到了，虽然说他们现在已经这个工程师有说没有问题，我希望他如果真的没有问题的话，可不可以公布他们的研究数据让大家知道？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科学的这个精神就是公开公正，然后可以重复验证。所以大家没有看过数据，只知道他说 OK。就说现在这个部分，那过去我知道呢，他们环评报告里面所引用的地质资料其实是中和跟绿岛的。关于角砾岩的强度来做评估，好，这一点就大家很奇怪，明明盖在北投，为什么要拿那边的资料？同理可证，工程上我们也请教过专业的工程师，有一样的问题。根据猫缆规格设计，塔柱范围应该小于300公尺，但是北缆 T3 到 T4就有495公尺，超出范围。请问这个设计？你是根据什么设计？所以那个安全风险是随着它比例会加大的哦。是因为你越拉越重力越重，哇，更危险。是。那第3个关于风力风向的问题也一样，我们的缆车没有经过竹子湖。环评报告书里面也引的居然是竹子湖的风向风力资料，哪里来的？是。那接下来还有关于大家最关心的锈蚀问题哦，它很好，它没有改变。他说还会镀锌。那我想问一下，我自己是理工科出身背景，我想问他这个是引了哪一个研究数据得到的结论？接下来刚刚我们的陈教授也提到了香根温泉的温泉全质酸度跟北投这边条件完全不一样，为什么都过了20年，他还在讲香根？显然他可能还没有搞清楚 pH 值这个化学是怎么算的。那所以综合以上的问题，像算这个锈蚀的东西，他们当初其实也不是放在缆线的这个路径上，他们是放在西民国中的操场去测的，那个离了缆线起码好几百公尺以上，那我就不能相信，我们年轻人很仔细的去阅读了每一份环评报告书。不能相信任何的数据。你们不相信这种情况，是因为他们那种常常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一个条件数据的对比，那你会觉得它有很急躁吗？急着通过的感觉？是没有错，而且我觉得它急躁通过，其实它也违反了环评本身的程序正义。因为大家如果有参加第3次环评的人就知道，它并没有让民众进入会议室旁听，然后民众只能在旁听室听到麦克风的转播。但是很不幸的，我们全程录影发现官员有消音的嫌疑，他讲话他不开麦克风。外面就听不到他在说什么，所以你们一抢这个根本不晓得里面发生什么事。是，所以书面的不能相信，口语的也不能相信。谢谢，谢谢你提出的疑虑，还有其他相亲朋友也一定要回答。我想先呼应一下几个问题哈。我们刚才知道说，这个是在最后一次的环评的时候，是把站址的地点决定在2号公园那个位置，但是我们会知道2号公园本身没有环评，你把它换到一个新的位置去，它没有环评。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么大变更，但是没有提出评估报告。那也就是说，在那个地方它是没有环评的。哦。那另外第2个就是说，我们刚才听到在讲交通问题。是。那我想交通问题，惠慈老师跟我应该是非常清楚，因为我们有来这边算过这边的停车的一个多少个停车格。那我们这么讲，我们为了缆车，曾经在那个75公园那边盖了一个新的停车场。那个停车场有328个停车位。那但是我可以跟各位讲，平常只要是非假日，你是有办法可以停的。但是只要到了假日，在北投，在北投的任何一个区块，包括我们刚才讲的，在新北投捷运站这边3个停车场，是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位置。
包括连在下面一点点的北投车站是不可能有那个北投的捷运站是不可能有任何的一个停车位，尤其接近在巅峰时间。那我们在看到就是这是没有缆车的状况之下，目前已经是这个样子。我们一直都是朝这个做北缆的这个议题在谈论呐，哈。那也这么多年了，那这个厂商好像也 hold 住很久了，从头到尾都是这个厂商嘛，哈。那我们会不会有另外一个想法？如果北缆是这么样子的，这么样子的，经过这么久，这样不可行的感觉，那是不是可以说，如果说你真的要 hold 住这个厂商，他可以做别的开发嘛？不一定要做北缆嘛？可是我们不是以服务厂商为目的吧？对呀，不是我的意思说好，那我们不要服务这个厂商，那为什么要一直 hold 住这个厂商？那是不是说这个中间这个问题是说，是我们就是说我们政府单位跟这个厂商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个关系？那就是说就是说对，台北的梯，俺们也北投的梯子。非常的远呐，俺们福高的遇水即溶啊，对，遇水即溶哈，福高的个叫做残障电梯哦，吵了好几年，希望有可以做，可以做，但是我们的教育局都没有办法通过啊，是为什么？安全呐，连一个加挂电梯都有安全的问题，更何况你说要那么大的拦住，而且我们俺们福高的个那个预定地哈，那个就在北缆预定地就在福高旁边，所以安全。绝对是很大的问题。好，谢谢。2套标准哦，电梯盖不得，但是电缆车可以哈。好，是不是还有乡亲在发言？我再开放。好，没有，我们待会儿就要继续回来开放哈。我先问题请教一下我们的处长哈。综合刚刚乡亲们提出一个疑问啊，我整理一下来请教你做回应哦。第一个就是说这个缆车哈，现在的这4个站塔总共有24根的塔柱，每根塔柱之间常常会受到一些质疑。刚刚有一个朋友就提到很明确的数据哦，我们塔柱的距离它哈，如果一般来讲的话，安全是在100到300公尺之间。那我们北缆听说已经超过了500公尺这么长哦，它的整个作用力、重力的那个速度都会跟它的比例原则是放大的，所以会加重它的安全风险。那还有呢，我们也要提到一个问题，然后其实在这个硫磺谷以南这边都是人口稠密的地区，我们塔柱的高度一般来讲呢，大概要超过54公尺才可以在天空上划过去，而没有居民生活隐私的问题。可事实上我们的塔柱我们现在盖的是48公尺多啦，就等于是在你家的窗户门口前面拉过去。所以呢，如果将来这个缆车做成了以后，你看缆车上的游客上看着我，大家互相打招呼吗？哈，会是一个这样的生活情境吗？这方面能不能够做一个回应？我想先回应一下刚才那位乡亲。我想台北市政府跟任何一家厂商订立的合约了以后，不能说这个合约不做了，我换一个合约给他做，不行，这是不行的哈。因为其实他犯法了，你们都没有换啊。对，不行啊，这不可以哈。那个我们跟他之间有合约的关系，不是说。像民间的哇，我这个你没有做成，我换一个工程给你做。那在合约的前提之下，他不好的要逼他做到好吧？对，这当然是要。那回到原来的主题，就是说有关这个塔柱之间的距离的这个问题，我想大家应该会很清楚。我们这个是循环式的，所以呢，对于这个钢缆，它两边是平衡的。两边是平衡的，就是说钢缆往这边拉，跟钢缆这边。在力学上来说，它是平衡的，所以这个不是这个技术上面的问题，绝对不是说大家想象说我距离远了就会产生很危险。那如果是这样，为什么一开始的工程设定要在以100公尺到300公尺之间为一个安全准则呢？所以我刚才在还没有开始之前，我也跟主持人讲，就说通常我们在转折的时候，就会有横向力的存在，横向力就必须要有一个转折点。那这个案子在原来在规划从78年开始规划的时候，塔柱的上限是25根塔柱，但是因为我们山下站移动了以后，我们现在把它减少了1根，所以现在是。规划是24根。另外，我回应有关腐蚀的这个问题。我想以目前世界上的科技来说，我们一个铜板拿出来1个月，可能1个月在台湾呐，1个月以后亮晶晶的铜板可能就变黑了。那本来。金属就会是氧化的，那当然在这个地方可能氧化的速度会是比较快。那为什么不要直接在现地做实验，提出模拟数据，而是拿日本的箱根或其他风马牛不相及的案例来做比较，大家看得一头雾水？我想
有关箱根的问题，并不是我台北市政府主张的啦。拜托督促一下厂商。但是我认为这一部分我们一定会非常的妥善的去处理，这个我想大家可以放心的。所以听起来，台北市府只能一直做把关、监督的工作。议员，这也是你的工作呢。一个超过35年的公共政策，难道不需要重新检讨吗？所以非常清楚，不良的厂商我们是可以撤换的。那如果公共政策认为我们要重新研议、重新制定缆车的存废的话，事实上我们也可以来解约。台北市政府的责任就是依约赔偿。我想我们赔个2亿、3亿，我们愿意负担，因为我们未来赔上我们北投的安全，赔上我们一个永续家园的破坏，是任何人都赔不起的。是，谢谢议员哈。针对刚刚处长做的回应，还有议员做的回应，不知道乡亲们还有什么意见要补充？那位先生，我觉得今天听了半天，我觉得有个感觉就是说，好像现在是已经 BOT 了，好像我们就要解决很多这个政府诚信的问题。但是我必须要讲说，这个诚信的前提是这个政策是怎么来的。当时讲要振兴经济，对，但是振兴谁的经济？我们北投居民会得到什么样的帮忙？我觉得在今天整个这一个北缆的政策里面，我们看不到政府的说明里面。我觉得今天好像国家公园管理处好像晾在旁边一样。上一次我在他们的座谈会跟他们讨论过，这样的一个政策下去，这样缆车盖好了之后，到底多少的观光客会进来？你有一个总量管制吗？第二个，那总量管制之后，对北投居民的哪些人是有好处？是我们很愿意在地北投的乡民、农民都能够得到好处，但是我们看不到真正的好处是什么？利益得必要讲清楚啊，至少受惠对象是谁？对，要承认啊。那我是一个身心障碍者，我在这边生活，经过这10几年来，我觉得30几年我看到北投的很大的进步，真的。北投跟30几年完全不一样，然后我们在这边很好的生活品质。现在唯一的问题对我来讲，我就是一个骑这个3轮摩托车，我找不到停车位。那现在再更多的人进来，更多的车进来，那请问让身障市民怎么生活？我有看到年轻的同学在这边哈，刚刚听了好多叔叔伯伯们还有阿姨们哈，谈到这个北投缆车，年轻人应该是喜欢新鲜的旅游方式，那你的看法怎么样？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对一个猫缆的感觉，对于个猫缆的印象，如何？你无开啊？无开啊！明年去福岛的时间，你坐捷运的时间，你看一下时间，你会看到个有资摕个照嘛？你看到猫缆不开放，第2天猫缆不开放，第3天猫缆不开放，第4天猫缆不开放，好，什么时候开放呢？然后个落太伊的时间嘛无开啊，毋免你公公啊，个阳明山阳明山个遮边啊，你落雨落太伊的时间，你青岛啊，你无开放啊，个时间个按多年，现在喏，毋免你摕个三脚下迄个遮边嘛，连按多摕个三脚下，给是好嘛给咯。所以有开缆车的时候，人挤成一堆；没开的时候，它事实上又没有实用的效能。那当时为什么要建缆车？所以小妹妹的意见提出了这2大一个诉求哈，谢谢你。够快讽哈，小朋友都有这样子精细的观察，那不知道其他的乡亲朋友还没有不同的意见要表达出来的？这位先生，这个缆车它到底是属于是一个交通工具，还是一个娱乐设施？如果是交通工具的话，那么请问190元的票价，这个是一般的我们所谓住在山上的居民能够承受的吗？并不是很亲民的价格，不是日常生活中会用到的。那如果1家5口人的话，每个人上去都要花190元，那5口人就不得了啦。然后如果要再花190再下来的话，所以如果由票价来看，它显然不是一个交通工具，那么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娱乐设施哦。那么为什么台北市政府要花那么多的时间跟精力，积极营营来推动一个所谓在地居民不喜欢的娱乐设施呢？是这个是我觉得是有必要参考。还有第二个，违规的厂商、违法的厂商绝对可以解约。我们讲说小巨蛋不是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吗？厂商也解约了，所以也许不能换约，但是解约绝对是可行的。是。再来一个，国家公园最大的一个指导原则，最高的指导原则应该是以不扰动。那么还有，厂商在没有提出一个专业可信的一个科学数据，然后他就自己来高估这个阳明山的溪流的自净能力的话，这个显然是不能让人家接受的。是，好的。我们来看到当时政府提出来的北投缆车预期的效应有4大的这个有效目标。第一个就是减少个人运具的涌入，可以
解决舒缓花季跟假日的这个交通；第二个呢，可以提供便捷的转运，还有新颖特殊的游憩体验；再来呢，可以结合北投温泉资源还有人文景观来带动当地的发展；再来就是加强宣导环境保育的重要性。我们这边想要问这些问题，问一个问题哦：以上这4个主要标的，可以用不透过缆车的方式就能够达到吗？如果可以，或者是做得更好，我们还一定要缆车吗？那如果真的非要缆车不可，那缆车会带来的冲击跟负担，我们能够保证解决吗？假设我们真的能够保证解决，我们要怎么跟在地的居民做充分的沟通跟理解呢？我问题先请教一下我们的副处长，你觉得这个北缆还有它的适用性吗？做你今天的回应跟结论。这个案子其实现在在环评的阶段所以在环评要结束以后呢，才会进入都市计划的审议啦，国家公园的计划的审议，水土保持计划的审议，还有那个建筑执照那些的审议所以现在呢，要环评那个都结束，才会进到国家公园那我们国家公园对这个议题的涉入程度可以到多深？我想，当然，我刚才有讲国家公园当然是在第一个，对于景观的冲击跟环境的冲击应该要降低在这个条件下，那国家公园是赞成缆车。所以我刚才讲安全当然很重要。我想，大家这个乡亲对于这个流房的腐蚀这些刚刚我想台北市政府也特别讲。他在环评里面其实他严格要求，就他讲结构啦、地质啦、营运的安全，所以他特别还有附带决议，就是要透过公正的第三人像刚才讲的土木技师工会、应用地质技师工会，还有大地工程的技师工会，所以这个我想台北市政府应该会很严格来把关这样。好的，目前呢公部门的态度是认为这件事如果控制得当是乐观其成。听到这基本的回应之后，我们最后一次节目的开放现场再给我们的乡亲朋友，我们开放完回来其他3位来宾做结论。还有没有朋友有意见还要再发表的，请举手，不要客气。先这位先生好吗？刚刚那个好像副处长，好像有说过，说政府会监督但是我想请问一下，为什么如果政府会监督，为什么刚刚那位小姐提到，在第3次环评的时候大家都不能进去，为什么？我想请问一下。公民会馆旁边就是第3根塔柱，它的楼高有15层楼高，它的基地没有这里的大，只有这样子一点点，连这一块的大都没有，还是觉得很不合理。这样子盖15层楼高。我们会害怕，是。然后第4根塔柱是在少帅禅园的山壁旁边，从那个山谷这样起来，所以这一段是500，最会出事的就是这2根塔柱，是。在我们的文字法里面，包括像55条、56条之类的，他们都有所谓的这样的区域保存计划。但是我要跟这边的官员这边必须要讲，我们相信要知道一件事情，我们的区域保存计划数目台北数是0，我们有那么多的古迹，但是我们的区域保存计划是0。那我要问，单点不是卷面的就是说，也就是说，文资法有这样的规定，可是台北市政府没有做。是。那我们今天反而是要求说，你是不是要有古迹保存计划以后，再来谈这样子的问题？好，所以我想说，恢复到就是我们的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的2号公园是我们在1916年保存到现在，我们的这个历史到现在是比我们圆山儿童乐园来的更早。它是一个所谓的教育性的文化景观。我们今天在这边讲到所谓的景观的保存的时候，我们忽略掉一点，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枫树，不是莫名其妙在这边，我们是指定老树，它不是莫名其妙来的。它在公园里面，包括在2号公园，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它叫文化景观的原因是因为它是日本人刻意栽种。好的。这个枫叶当它红的时候，日本人感觉到它离乡背景的状况下，他感觉到家乡的景观。所以它是刻意被人为的，这文资法里面有规范，就是应该要保存。可是我要讲就是文化局到现在不愿意去做指定的动作，它是刻意的刁难。所以我想说，今天议员在这边，我们的官员在这边，先把我们的文资先做好所谓的区域保存计划，先把我们的2号公园先做文资指定，以后再说。市政府在北投保留了非常多的文化古迹，包括现在最新的新北投火车站。可是很可惜的是在于，现在缆车的新建，光是山下站，它就在有100年历史的儿童乐园为就是山下站的基地。那它的对面也是温泉博物馆。那在更近大概100公尺左右，就是于右任先生的梅亭，它现在也是一个文化古迹的所在。
那我相信市政府的利益是好的，他希望可以带来很多观光人潮，但是我们在这一路上都看不到对于这些文化古迹的配套措施的保存，就是你怎么限制人潮的进入，然后还有对于这些已经有100年历史的文化古迹要怎么做接下来的保存跟维护，我觉得这个都需要再多探讨的。所以综合乡亲哦，在北投这个地区，阳明山国家公园这个地区要新建大的这个缆车计划哈。左右都有困难，左吃右绌哦。左边有碰到地磁还有空间地理条件的压力，右边呢又会碰到各种文化资产保存的压力，所以这个价值的权衡跟它实际上要评估的试题项目非常的多。我们现在呢，请我们子琳针对乡亲朋友的提问，还有公部门代表做的回应，现在借着这样一个机会，你总结大家还有环团们真正最大的疑虑。即等着政府部门跟开发厂商一定要做回应跟回复和解决的问题，请你做总结。那刚刚大家乡亲一直在质疑说，他为什么要盖在这里？为什么要盖在这里哦？因为大家可能没有机会去看到他实质的早期的规划书里面哦。它还有一个，除了它现在暂时必提的旅馆跟餐厅问题之外呢，它有一个卖场的租金收入。它这些占体呢，就是它未来卖场的租金，它1个月可以透过这些卖场一坪一坪的出租，1个月它有700万的收入。我今天如果被盖在一个捷运站连结的，我就去掉一半啦，我就没有那个收入啦。所以它是在厂商极大利益状况下去盘算，它根本不管你这些文化古迹。刚刚乡亲讲到说，北投这么多重要的古迹，告诉你们，儿童乐园被破坏，它不是第一例，它已经破坏了我们的草山水道。它山上的中间的那一站，第2站呢，一个重要的草山水道，也是我们的市定古迹呀。厂商的设计也是利益极大化的状况是怎样？他把它盖在地下室里面。好的。所以这一波这样子辩论下来，我们会很清楚的看到说，它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谢谢你。现阶段的破坏。工程设计下去的破坏，大家可能都会历历在目，马上看得到。但是好到谁呢？我们现在请我们政府部门来做一应的回应跟结论。我在这边可以跟所有的乡亲保证，就是说，它是层层的关卡在运作的这个北缆的这个施工。那现在刚才副处长也提到了，目前都还没有进行到施工的阶段，它必须要经过环评，真的是没有问题了以后。才再经过都市设计，最后还要送到内政部去核准了以后，我们才会做新建的动作。所以我想，在这些动作还没有完成之前，各位乡亲不要担心，因为层层的把关一定会让所有的乡亲，我想满意满足。那我们新工处是执行单位，假如能够有走到那一天的话，我们也会很小心、很谨慎。来做监督的动作。以上报告。这样的保证，来，议员也请你做最后的结论。我想实质的部分完全是弊大于利，不管是它的安全性、安全有问题，它的交通冲击未解，包括它对于文化生态的冲击，对于都市景观还有生活品质的管控，完全都是弊大于利，所以实质上各个层面都是弊大于利，所以我反对。最后我讲到一个最高位的一个核心价值，我想我们应该要抛弃一个扭曲的核心价值。台湾面临到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抛弃了以经济的角度、开发的角度来对待我们的土地。我们要的价值是保护我们的家园、永续的环境的存在。非常感谢市委内宾对来讲出这个心声，也感谢乡亲朋友。